今仔日嘛是讲接受足侪台语，譬如讲Clubhouse 嘛，有台语练习的时间，嘛有听会讲的，啊，搁冰淇淋老师，虽然无诚罕见讲有一点钟会当一直讲台语，找一个对象，因为即马着学台语学久啊，着知影讲对象就较有啦，较好找啦。Clubhouse 嘛是有一寡朋友嘛有兴趣。因为我即摆会使用台语开讲较顺啦，虽然讲甲无诚好，但是嘛会当讲，一直讲落去，若无较无闲的人嘛是会当啊，所以但是嘛是讲嘛是珍惜啦，甲冰淇淋老师去一直讲台语去表达，我就发觉讲，我的台语可能会讲久啊，就知影讲，这声调嘛是有受华语影响，搁有讲我的文法，就是讲法其实拢是华语的讲法去翻成台语的就是无这台语开。这嘛是讲正常的啦，因为就是讲，遐侪年无好好讲台语，以早其实拢无开喙讲，拢是用听的。听的就是共款啦，你若讲无参与着你嘛无去有心去学，嘛着听听的尔，就像讲以早咱拢会听，爱下题讲想要学英文共款啊。你若无迄个心，其实下题内底英文内容甲阮其实生活嘛无啥物关系，所以真正袂用心去听啦，就变讲像背景的音乐共款，就一直放，咱就一直嘛无听呢。就想讲有伫听英文，其实拢无听伫心肝内底。像我即摆可能嘛是安尼，就是开始有用心囥伫学台语即件代志。若是路边有人讲台语，我就会有心去听。若别人讲台语嘛，真用心听伊的发音，讲伊的用法，是啥物是较台语的我较毋知影的台语的词，就会甲伊记起来。一概记袂牢，就是讲爱定定接受。其实安尼嘛会当啦，就是讲，我较含班，但是我着用努力用心去家补起来。其实安尼嘛无啥，因为有的人是真正真巧，学啥物拢真紧，但是伊可能着讲无无一个互伊快乐发挥的所在，这嘛有可能啦。若是讲我今仔学台语学甲有快乐，无讲遐济压力，嘛袂讲定定去讲别人讲比我好啊，我着自比悲伤。若讲比我搁较落，我着开始讲这我无爱听，这人台语听对我无帮助。我若用即种心态，变讲嘛袂讲做快乐去学物件。像我听赛书身心灵都无共款啦。我就希望讲，别人像冰淇淋老师，我想讲，其实伊嘛有即种赛书的想法。伊就是伫想即摆的代志，就讲即摆就是做有力的点，就是真有力的一个点，就袂去想讲等下安怎袂由头到边去烦恼还袂发生的代志，无就是即摆咧做即件代志，就先烦恼后尾手会烦恼的代志，伊就袂安尼，所以伊安怎看就是真快乐，无忧愁，就是每一个人的个性无共啦，像甲囡仔人讲台语的老母，迄个网友可能就是对家己较有要求，
所以伊可能就会去烦恼一寡代志，有一个压力，是每一个人个性就是无共款。若是有诶，我会当家上对学习，学习伊诶优点。这无讲毋是讲这个人台语诚好，我就去甲伊学。这个人台语无好，这嘛无啥物好学诶。你会使看伊诶态度，伊面对代志，面对讲伊台语讲无好诶态度，每一个人态度真正无共。像有诶台语诚好，毋过做爱甲人插吼。人安怎讲台语，安怎学台语，安怎去用较有系统、较正统诶、较就是讲较较严谨诶态度去学，较文雅诶态度去学台语嘛是有逐家诶想法。有人就会共人插，讲你安尼讲台语谁听有啦，安怎有诶无？其实拢毋免去管别人安尼。若讲家己想要学台语虽然台语诚好，可能讲伊会使去做别项代志，但是毋免讲去管别人。像我若讲伫台语房发现讲因动不动就变华语房。我嘛毋免讲去生气，是去失望嘛毋免你著去听别项物件就好都自在快乐。伊嘛袂讲有一个人一直去口劝讲，哪会变华语房？伊嘛袂讲有人安尼，因感觉足烦，感觉讲你管阮，阮就是来交朋友，阮就来放松诶。我嘛毋免讲。诚痛苦，拢毋免，逐个拢交朋友。我就是讲，会留伫迄个台语房，就是有诶人台语就真正好，伊就做自然诶。讲台语一寡用法讲法，就是台语做自然诶用法，口语诶用法，我就是会当听。讲行行加听，有机会加讲，讲听就。讲久就变我家己诶，就亲像讲我写小说嘛是共款，有一寡用法，安尼看久，写诶就变我诶一个风格，就变我诶嘿。所以讲，就毋免去甲人要求嘛，毋免去甲人勉强嘛，毋免甲人管啦，因为逐个拢有逐家诶想法，所以讲我即摆就是我诶态度会当去改，像赛书内底，我看平田老师有这赛书诶态度，我嘛袂去怨道讲我就是敢若我一个人知影讲即种道理，啥物道理？就是讲咱诶思想会影响咱会看到诶世界，咱诶物质诶世界是咱诶心咱诶思想去决定诶。我嘛毋免讲怨道讲恁怎会遐济人拢知，逐个拢知。真正我嘛无安尼啦。当然，就希望逐家拢是会过较快乐。因为我若讲今仔去，希望讲姊仔就是就知影讲毋是讲所有代志拢诚平顺佫有淡薄仔伫纠缠诶感觉。我若对家己诶亲人有即种想法，就表示我家己过啊无好，较会希望家己人讲有一寡打击嘛，较有即种怨道所以讲我对姊仔还是对啥物人诶态度，家己人诶态度，讲像阮翁因大。伊诶兄弟姊妹我若讲有一个有一个想法讲因若讲譬如讲伊若教授
到时讲，论文讲补过变讲伊搁爱找头路去，搁爱去换学校。我若希望有即种代志发生，就是表示我对我家己的想法，就是我家己可能倒位无顺，无顺我就是物质，物质就变讲我希望别人失败，其实就是希望家己失败共款。为虾米咧？为何安尼讲？就是讲人足奇妙的，就是我以为我希望我家己未来做顺，做啥物代志拢做顺，其实毋是安尼。我相信有一个伫内底伫内心的家己是希望家己失败，就是希望讲创甲诚可能，就是互大家看，可能加加减减人伫无顺利的时阵，拢有即种心态。所以讲我对别人有啥物看法，其实是一种是镜吼。即个镜会反映我即马对我家己的人生、家己的阶段、家己的状况的想法。我即马当然是希望讲，身躯边的人拢过了诚好，过甲幸好，拢诚平顺。因为愈平顺利，就愈会当讲，大家会当互相讲，看别人诚顺，其实诚好啊！你嘛毋免烦恼伊，啥物物质的代志啊。伊嘛是会当讲，啥物大济会当斗阵来参加，斗阵分享讲因最近拄着啥物好代志，嘛会当听。我若有即种想法，就表示讲，我即马对我家己的想法。这只是一种反应尔。我嘛有发现讲，虽然我想讲，会甲平均老师讲一寡，阮即安怎安怎的想法，其实这嘛是一个经历尔，我毋是伫批评家己的阿姊。我只是讲去经历讲，我以早可能嘛是即种心情心情。后来我就是偷偷甲我的甲透开，这是一个经历的过程，互我家己知影讲，人生毋是讲一定有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无即种代志，世间诚济代志，就是用心去做，用心去做以后，你就有一寡快乐。快乐就是找方法，就是讲，有一寡代志其实会互家己痛苦，你就家闪避，安尼就好。就亲像讲，就像阮翁讲的啊，阮若讲伫外口拢台语无好的时阵，拢硬要讲台语，别人讲爱讲中文、讲国语的时阵，我阁生气。就是讲。这就较无智慧，像阮翁可能就会讲，想讲伊会甲台语学甲诚好，若是换做伊诚好以后，伊开会开喙讲，莫互人去嫌，这嘛是一般人会做的代志。我嘛知影讲，我有时阵虽然我选择一种，可能就是无水气，可能会替互人会替互人嫌，互别人一寡麻烦的代志。但是我会想清楚，就是讲，我安尼做我是甘愿的。我莫讲我安尼做，我阁去怨叹。这代志其实是足重要的。就举一个例，就是顶边拄仔好有 Clubhouse 的网友想讲要向我高一个人安尼讲台语，我想讲这机会足难得的。虽然讲是伫公司上班时间，我嘛会使拨一个时间，我就走去便所。其实便所其实嘛是有人会来啦，来去去。无可能拢我一个人伫遐
诚久，啊嘛无换去别位所在，因为我想讲应该，嘿，这时阵其实是我的选择。若讲有人看着，会甲我考劝，嘛是好心甲我讲，讲你安尼会互人感觉你讲你这样无标准啊，伫拍大量啊，伫冒费啊。即个时阵啊，我嘛毋免去讲足后悔，我迄时阵怎会无去换一个所在？我拢想好清楚啊。我就是感觉讲安尼会当去学着台语有价值。我嘛会讲嘛，毋是逐工拢安尼，逐工安尼可能就是会困扰啊，可能就有人会讲话，就会来找我麻烦啦。所以我可能就是迄工安尼，但是别人来讲，讲一寡口劝话，我袂讲会后悔。我着想清楚家己咧做啥，有可能大家有即种反应，但是我家己思考过，我感觉讲，伫遮我感觉诚好，有价值。即着亲像讲，我即摆若伫外口，有店员，我开喙讲台语。其实我着思考过啊嘛，我若讲伫外口讲华语，我若无法度讲随时提醒家己，拢是爱保持讲台语的状态，因为我若随时拢是用随时讲台语的状态，我就会讲用台语去思考嘛，讲去学台语嘛会讲较袂讲。搁爱转变我就是用即种方式，互家己就是会当一直甲台语当做讲是主要的生活的一部分。安尼我较会当讲台语进步较紧。就亲像讲我即摆用台语来讲日记，这嘛是讲互我讲一工之内会当。讲诚久的台语，讲袂煞，会当阻止我家己台语的思考。因为我即摆一直讲台语嘛，若是我今仔用翻的，先想一句华语，搁去翻台语，其实会白付嘛。因为伊就一直讲一直讲，无拍过。我即摆嘛是想讲，这著是一种训练，训练这。就是因为家己去讲日记，这毋免钱嘛，无想讲你去找一个老师，搁爱伤钱。你若找网友无甲你伤钱，毋过你嘛是爱配合别人的时间。阮有时阵就是随时会转来，嘛是讲拄下相袂拄啊好嘛有可能。爸母就是含你讲台语讲无两句，就讲诚无用，因无即个无耐心啦所以讲变做讲，我就知影讲，我出门甲含身躯边的人含店员讲台语，这是一种选择，是我经过思考的选择。所以我就是爱想讲，伊的效嘛，毋是讲效果啦，有一寡结果嘛，有一种就是，含你讲台语，诚好，这我就诚欢喜。以后我就会定定含伊去买物件，找伊买物件。第二种就是讲拢无讲话，毋过就用华语甲你回，这嘛会当接受。第三种就是伊会着急，伊会想讲你这句台语听无？有人若回我讲，你讲啥？我就笑笑就好啊，我搁讲一摆，无我就用华语来讲。我就知影讲，可能我讲无好势，伊听无清楚。这拢袂要紧。但是佫有一种，就是伊早会掠我上去，伊会讲，请讲国语，伊讲这我就毋愿啊，我就生气啊，讲爱甲我批评，佫不爱甲我讲，佫甲我干涉，就是安尼我会掠讲，迄是以早。但是即摆我就想会讲，就是有有可能有这几种可能性。我嘛是甘愿，这就是去付出一寡代价嘛，就互人练一个，就亲像讲我即摆若讲，
Clubhouse 去讲台语，啊无就是我去找一寡台语诚好诶人，想办法去和伊开讲。伊嘛有可能会甲我讲，你讲甲无好啊，你安怎嘛是会甲我念，但是我着想讲，伊念不要紧，我着有摕着我需要诶物件，甲侪岁人讲台语，伊可能会嫌我台语无够好，但是我着学伊诶声调，学伊讲台语诶一寡精华，着甲伊学起来。学着着是我诶嘛，伊甲我批评嘛，要安怎？若讲店员，本来我去想要训练讲，我随时有讲台语诶即个心，莫讲一个讲主要是华语，拄着客恁车司机拄着啥物人较开始转台语，莫安尼，我着随时准备好拢是讲台语安尼。阮翁着无法度伊着台语听伤济，伊会毛病一大堆我着会甲伊着甲伊着为伊设想啦变讲我着爱想互清楚就好着知影讲不要紧，这着是有付出嘛，我着当做讲这着是一种付出，会替人嫌，这嘛是一种付出。你伫社团 Clubhouse 去练台语，当然嘛有人会甲你批评嘛，甲你指教嘛。这着想，着莫甲伊想做严重，讲安怎？莫期待啦。我可能以前会期待讲，大家鼓励讲，这人讲台语诚好诶，想要学呢。这嘛，做少人会安尼想啦。大部分诶人拢想讲，怎会讲甲我听无，佫讲无好势，讲要硬讲，会是啥物意思？一般人是安尼思考但是伫社团就无共款，大家当然就是会较鼓励嘛。就算毋是每一个人拢做鼓励，但是大家嘛袂去讲出即种话，因为伫社团内底就是有一种气氛。所以我就是爱较巧诶、较聪明、较智慧，知影讲，做啥物代志若讲你讲写小说，每一人拢伫求讲大家看伊诶小说，安尼做伤竞争啦，我着无智慧明明知影讲我写诶物件着毋是即款大家会爱看诶物件，我着内地迄个所在，迄个会会人较济所在去打我诶文章，过来悲伤，这嘛是无够巧啦，对就是伤功德啦，伤功德佫摕来认真去想去，拢是我感觉就是以后我就是想互清楚，嘛毋免想去，嘛毋免以后就是讲台语就有一个压力，其实拢毋免。就是豆豆就会进步，咱进步以后，就讲，就对我诶好处就是讲，我对白相较有进步。我若听别人台语安尼讲甲不搭不起，我就想讲，至少有人会开始想要学台语我就甲伊鼓励，就亲像讲。迄个时阵，我拄着店员，我嘛希望讲对方是甲我鼓励，但是对方可能无安尼做。但是我会当安尼做，就是学台语嘛会使学一寡人生的态度，毋单是讲学台语要安怎讲学发音无一定是学即种物件，嘛会使讲。伊背后有一寡精神，我嘛会使顺续去学，像冰淇淋老师伊会安尼嘛会使去教台语伊嘛袂讲我一定爱安怎有人就有需求就是安尼。